台语真能长，愈讲愈能长。大家好，quyền嘅。大家好，我是文酸。今仔日要讲做悲伤的代志。是啊。顶礼拜吼，伫日本发生一件互大家心肝起起落落的一件代志，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伫个内容为家己共党的同志咧宣传伊的政治理念，咧帮伊拜票的时阵，雄雄吼一个日本人吼举枪为伊的后壁遐甲弹落去。其实当时我是伫我的社群媒体看到即个消息，我就想讲，敢真正有发生即件代志，就是会感觉讲像安倍遮尔悬的残疾的人物，应该是会有真悬的慰安，所以就会想讲，哪会发生即种代志安尼？迄个时阵，我伫手机啊看到迄个新闻的时阵吼，我就惊一条，紧甲办公室的同事讲，安倍晋三去互枪杀去啊！啊，迄个时阵吼新闻就讲吼，伊可能心戏一定停止啊。而且即件代志就是真正就大条的，所以大家拢真关心即个消息。所以当时啊，到第七边就做一张图要来甲大家讲即件代志。因为即件代志吼，拄啊发生伫迄个时阵，日本时间大概是11点半，台湾的时间是10点半左右。而且即件代志其实每一个媒体拢真关心即条消息，而且都含 NHK 一直咧关心讲到底安倍首相伊的状况安怎呢？是，像我顶头较早有讲到，安倍晋三吼，伊伫个互枪杀了吼，伊迄时阵伊的心戏一定是停止啊。也毋过大家吼嘛是抱着一点点仔希望讲吼，迄个会当甲救到啊安尼。所以大家就伫遐等日本媒体，当时佫会当放上上新的消息。对日本人来讲，虽然讲安倍晋三有一点仔做毋对的代志，伊嘛是有做好的代志。也毋过吼，伊对台湾人的迄种真心，拢有传达到台湾人遮。像伊伫去年4月时阵，伊就伫 Twitter 顶悬支持咱台湾的往来，对伊过去就真支持台湾的一寡农产品，而且佫像进前啊 COVID-19 大爆发的时，伊嘛讲要捐300剂 AZ 疫苗给台湾，而且伊嘛是少数会伫公开场合支持台湾的一位政治人物，包括讲伊进前嘛捌讲过台湾出代志，就是日本出代志。对台湾来讲，遮尔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因为伊非常看重台湾的关系，佮有台湾的地位，所以无怪讲大家就是遮尔孝念伊。是啊，无法度，因为像台湾吼，离亚洲遮，咱台湾即个岛吼，伫一个足重要的位置，所以任何对台湾人好的，咱拢会感念伫心内。毋过真可惜，就是迄天伊伫等到下晡的时阵，我迄当时就是咧看在地新闻，都听到有电者就讲安倍晋三就是无互救回来。迄当时看到即个消息，就是感觉真艰苦，所以有一寡网友就是因嘛是感觉讲哪会发生即种代志，包括讲有的人就会想要知影讲凶手是安怎要安尼做，或者是讲是安怎保安人员因的保安会做甲安尼，是安怎无好好保护首相。尤其像你头拄仔讲的，就是到第二枪的时阵，就是哪会个目睭金金看到。迄慰安人员就伫边仔咧看咧。也毋过吼，咱即马干那会当祝福讲安倍晋三首相会当较安稳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也毋过吼，有讲到另外一件代志，我所生气，因为吼有足侪中国人吼，好话毋讲啊，讲歹话啦，心肝真正有够浓毒的啦。有的中国人吼，伊就是伫个因兜附近啊起一个灵堂，哎，毋过迄个灵堂哦，伊伫遐放音乐，伫遐庆祝安倍晋三过往这件代志。也毋过吼，伊遮个人吼，其实伊伫遐庆祝的时阵，因的领导人吼，其实吼就甲因打脸。习近平吼嘛发表一个声明，哀悼迄个安倍晋三伊过往这件代志。哎呦，中国人一开始吼就伫遐庆祝啦，也毋过到最后吼，互因的领导人拍面2 seconds later， 所以即马咱会当做的啊，其实就是对安倍首相的祝福。像台北101前几工啊，嘛有替伊做一个电子看板顶悬，就是有点灯来哀悼。啊，其他的国家嘛拢是有降半旗。即马咱爱观察的，就是讲安倍首相伊离开了后，日本阁有世界局势安怎发展？我感觉吼，这是上侪人想要知影一件代志，就是讲这凶手伊的动机，为虾米要做遮尔残忍的代志？而且吼，伫即礼拜因日本的参议院的选举已经结束啊，伊的结果大家嘛拢知影，所以吼，日本前首相
商过往用庆祝这件代志，到底会安怎影响日本的政局？咱过来慢慢啊甲看落去。其实啊，听讲赖清德伊嘛有专工去日本参加安倍首相伊的丧礼。其实对台湾和日本的关系来讲啊，是真重大的突破。因为过去像总统啊，或者是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这种层级的首长，其实因是袂使去日本访问的。不过像即摆，日本政府就愿意发这个签证，互赖清德副总统去日本，这对两边来讲拢是真重大的关系而且的突破。当地媒体吼，拢报足大，所以啊，即几工啊吼，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外口，伊嘛有设一个壁，迄个壁顶外吼，伊会当去留话，留讲你对安倍的晋三有啥物思念，有啥物感谢，你拢会当留话伫遐。要毋过吼，其实吼，你有当时啊，有的人吼，会去遐留一寡不三不四的话，好佳哉吼，有另外一个足好心的人吼，你就甲伊遐不三不四的种留话吼，就甲画好满啦，到时候画一个爱心出来。世界上也是充满真侪温暖的人。是啦，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医真年档》，拜拜拜拜。